2026年 F1 新時代已經有人贏咗，亦都有人未開季已經輸。上個星期一連5日 F1 喺巴塞隆拿開始咗今年第一場官方 shakedown， 雖然冇直播，但幾日入邊場外傳媒已經報住每隊嘅狀態。有一隊穩陣到好似可以直接開季，但有一隊喺4日入邊幾乎都冇影，亦有一隊想證明俾外界睇，大家一直都低估咗佢。而有一隊只係勉強撐住個場面，仲有一隊就連場都出唔到。今日就睇呢場測試入邊，究竟係邊隊已經準備好衝冠軍，邊隊只係可以勉強生存。平治今次可以話係巴塞隆拿私人測試入面表現最完整、最成熟嘅車隊，甚至係唯一一隊真正交到完整季前功課嘅隊伍。W17 全程累積500個圈旅程，呢個數字唔單止遠遠拋離其他車隊，仲意味住佢哋喺新例年代嘅第一階段數據收集已經完全領先。喺巴塞隆拿呢種路線多彎、路面變化大嘅測試環境之下，一部車能夠日日穩定落場、準時完成 run plan， 本身已經係一種硬實力。而平治喺呢5日入面幾乎冇出現任何需要長時間維修嘅情況，證明咗佢哋底盤包裝、冷卻容量同 PU 整合度全部都已經好成熟。雖然麥拿倫喺第4日因為平治 PU 出現小型警告燈而被迫暫停，但之後平治嘅 W17 仍然可以穩定使用，所以問題應該係輔助系統或者保護機制太過敏感，而唔係真係故障。反而喺整體觀察之下，平治好可能係今年嘅 PU 所有供應商入邊最穩定嘅一部。無論高負荷長跑定係短距離性能測試都冇出現熱衰退或者功率波動，顯示佢哋喺2026熱管理新框架之下做咗大量功夫。更加值得注意嘅係 W17 嘅速度表現。雖然季前測試永遠唔可以單憑圈速判斷真實實力，但平治喺低油、高油、長距離、短距離入面嘅節奏都相當一致，冇出現單圈快但長跑失速，或者長跑穩定但冇爆發力嘅典型弱點。更加關鍵嘅係 W17 嘅 balance 明顯比過去幾年嘅 W14、W15、W16 更加自然，車尾唔再飄，車頭入彎反應亦冇以前咁神經質，代表佢哋終於離開零側傷概念後遺症嘅痛苦循環。就我個人嚟睇，喺今次測試之中，最大嘅得着係平治嘅可靠性同成熟度。佢哋係全場最似已經準備好開季嘅隊伍，亦係最早掌握大量真實數據嘅車隊。雖然未必代表佢哋一開季就會係最快，但喺新例大洗牌之下，可靠性優勢往往就係決定頭幾站戰局嘅最大關鍵。而家睇落 W17 已經係一部非常完整嘅賽車。Aston Martin 今次可以話係成個2026私人季前測試之中最受全場關注嘅車隊。原因好簡單，佢哋係由 Adrian Newey 親自主導設計嘅車隊，而 AMR26 亦的確展現咗同主流完全唔同嘅技術哲學。成架車嘅空力包裝近乎顛覆傳統做法，其中最震撼嘅係後懸掛幾乎邊 wing 化，懸掛部件變得極薄，角度極端，明顯係用嚟操控尾段氣流，而唔係單純結構支撐。底盤高度、地板開口、sidepod 外形，全部都展示出一種 Newey 風格嘅壓縮式空氣管理，就係所有嘢都要收得最窄，氣流全部集中由車身本體塑造，最大限度去提升效率。不過激進設計背後嘅代價亦都好快浮現。Aston Martin 係全場最後一隊成功出場嘅車隊，前幾日幾乎全日留喺車房，去到第4日終於出到 pit， 但全日都只係揸得5個圈，等於仲未拎到任何實質數據收集。可靠性問題啦，裝嵌誤差啦，電控系統錯誤同冷卻容量不足都可能係造成延誤嘅原因。外界甚至懷疑 AMR26 嘅內部包裝因為太緊湊，令到冷卻器擺位、線束走線同 ERS 模組溫度全部需要重做。到咗最後一日，佢哋終於開始正常出場，靠阿朗素主力完成測試，應該都收集到底盤剛性、PU 熱循環同氣流穩定度呢啲重要資料。值得留意嘅係，佢哋即使最後出到場，直路依然冇開進引擎，明顯係以安全模式去測試 Honda 新 PU 嘅熱負荷、震動頻率、排氣背壓同高轉反應，基本上係做底層驗證，而唔係追求速度。由於 Newey 嘅設計往往係全部成功就神級，出一個小問題就全車爆。AMR26 而家依然係全場最難估嘅車，潛力極高，但風險亦同樣極高。照而家咁睇，Aston Martin 今年可能會係最爆嘅黑馬，但同時亦可能會成為最大災難。佢哋嘅設計思路超大膽，但測試里程嚴重不足。AMR26 係一部可以震撼全世界嘅車，但前提係佢哋嘅設計要真係完整運作到。雖然冇乜人睇好法拉利今次2026私人季前測試，但 SF26 嘅實際表現遠比預期之中成熟同穩定。首先，佢哋係全場少數可以做到每日準時出場，
每日完成完整 run plan 嘅車隊，累積圈數同樣都極高，甚至喺某幾日嘅總里程榜上面僅次於平治。呢個表現非常重要，因為2026新例對散熱、重量分布、ERS 釋放曲線同底盤氣流穩定性嘅要求全部都大幅提高。而法拉利上一代最弱嘅就係熱管理可靠性。今次 SF26可以連續幾日喺高負荷、長距離入邊都維持穩定，證明佢哋最少喺核心問題上已經成功揾到方向解決。更加值得注意嘅係，同樣用法拉利 PU 嘅 Haas 今次都做到大量里程，仲有幾次做到每日里程排行榜頭3位。Haas 嘅極高里程等於幫法拉利做咗額外嘅耐久測試，而結果係非常正面，冇熱衰退，冇電池問題，冇 ERS mapping 錯誤，呢啲全部都反映法拉利今次喺 PU 整合、冷卻系統重寫同氣流導向方面同樣做咗大量改善。最大嘅驚喜係咸美頓喺非官方數據做出全場最快時間，但係呢種季前測試圈速本身就毫無參考價值。Charles 喺中高速彎有刻意壓車，咸美頓喺低速區間都出現過輕微跣胎，但佢哋明顯都係以資料收集模式為主，未真正用盡架車。不過兩位車手都一致覺得 SF26嘅平衡比過去3年更加自然，後續穩定性都提升咗，而前端反應冇再出現過往 SF23、SF24嗰種突然失靈嘅不確定性。雖然法拉利今次唔係最快，但佢哋終於揾到方向，佢哋用穩定性證明自己終於走出過去幾季嘅技術陰影。喺新例大洗牌嘅年代，一隊車隊能夠連續5日保持穩定，持續收集數據，冇出現致命故障，呢種沉默中嘅成熟本身就係最大嘅競爭優勢。SF26可能仲未係最快，但絕對係呢場測試入邊嘅贏家之一。好多人估 Red Bull 今次會喺私人測試度遇到嚴重阻滯，尤其是係佢哋今年用全新自家 PU， 預期會出現震動、熱管理失效、電池釋放曲線唔穩定等等嘅早期問題。但係結果完全相反，第一日就做到107個圈，已經向全場證明新 PU 嘅成熟度同可靠性。但係第二日，Isaac 喺濕地最後一個彎跣胎撞咗車，令外界以為 Red Bull 做唔完個測試，但撞車只係令佢哋暫時放慢腳步，冇破壞到整體測試節奏。車隊即時喺 Milton Keynes 空運額外備件過去，令 Max 可以喺星期五照常出場。呢個過程反而證明咗底盤強度同模組化結構相當成熟，撞擊冇造成深層損傷，維修亦都極快完成。到咗第3日 ，Max 再以118個圈為 Red Bull 嘅測試畫上完美句號。3日加埋總量係303個圈 ，Red Bull 都帶到一個相當健康兼且極完整嘅數據離開。更加關鍵嘅係佢哋嘅姊妹隊 Racing Bulls 亦交出相近嘅里程，等於 RBPT 喺極短時間內就得到兩隊車所貢獻嘅雙倍資料量，對一套新 PU 嚟講，絕對係無價嘅資訊。Audi 之前喺新車發佈嘅時候，令人眼前一亮，好多人都好期待佢哋季前測試嘅表現，但佢哋喺今次私人季前測試入邊，只係中規中矩。作為2026另一隊新 PU 製造商，第一次登場，絕對冇想象之中咁順利。頭2日 Bortoleto 同 Hülkenberg 都被限制喺100圈之內 ，R26 更加多次因為故障觸發紅旗。但由於呢個測試係保密，唔可能知道所有細節。但 Audi 內部已經暗示好幾個技術問題係源自 PU 本身，而唔係底盤。由傳媒偷影到嘅資料去睇，Audi 嘅直線速度略為慢，但車尾相當穩定，冇大幅度擺動。理論上佢哋嘅重心配置同 Rear Axle Rigidity 已經處理到一個合理水平。不過車隊喺中高速彎明顯出現轉向不足，似乎仲未揾到合適嘅 Aero Balance。同時 ERS 釋放曲線有時出現輕微衰減，代表電池溫控或者能量管理策略仍然未做到最理想，屬於典型新 PU 初期狀況。不過好彩，佢哋喺測試最後一日都幾穩定，呢點好重要。而兩位車手係一日內完成咗148個圈，成個測試就累積到243個圈。雖然唔算出色，但已經係一個合格起步。雖然未見到佢哋有任何突破性速度，但係至少成功建立可靠基礎，證明 R26同 Audi 自家動力單元已經有一個唔錯嘅開始。今次測試最大輸家一定係 Williams， 佢哋因為撞擊測試唔合格，令到佢哋要缺席成個 shakedown， 成為唯一一隊零圈車隊。呢件事對2026新例年嘅影響極為嚴重，因為所有車隊都急住收集數據。而 Williams 喺最重要嘅早期測試階段竟然完全冇落場，意味住佢哋一定會比其他車隊落後至少2個星期嘅數據差距。而下一次巴林季前測試，佢哋一定要成功出到車，否則未開季就已經可以肯定佢哋會喺包尾位置。
總結今次巴塞隆拿私人測試，我哋雖然只係可以睇到好少嘅資料，但實力分佈已經開始出現。平治就有穩定度，Aston Martin 呢就靠激進設計。法拉利冇出事之餘，仲累積到好多數據，而 Red Bull 新 PU 意外地順利登場，同時 Audi 仲有啲問題要解決，而 Williams 場都冇得出，成為最大輸家。不過更加準確嘅數據同分析，全部都要等到巴林公開測試先會正式揭曉。2026呢場大洗牌而家先啱啱開始，你哋覺得今年邊隊最有機會爆冷？又覺得邊隊會喺開季會跌落神壇？留言講下你嘅預測。最後如果鍾意呢類 F1 分析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見。